清洁队员揢到人，搁要甲人拍，加在一个性感的大学生出来动，单机卖公开表扬清洁队员，也停止调查。日本伫南鸟岛附近挖到稀土，估计数量是世界第3名。也那美国政府也宣布启动关键扩散的金库计划。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友伴对话双方头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也亲身说明未来合作的方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初3中道新闻，我是麦尚莹。头先咱们做回来关心的，就是高雄市环保局有一个姓马的清洁队员，伊是顶个月底伫南马溪骑电动车的时阵去骑到一对老翁婆，结果无会识的，而且呢，佫出手要甲人拍。加在有一个姓简的大学生是出来甲动。今仔日早起，这市长陈其迈是公开来表扬这个学生，针对这个姓马的清洁队员，也甲伊停职甲调查，也若伤害做的部分是会交予司法来处理。见义勇为，成功阻止暴力行为，恭请市长颁奖。为市长陈其迈手头接过感谢状，今年21岁姓简的大学生，顶个月底骑车经过南马溪惠民街道，看到路边有一个查甫人拳头抱地咧对一对老翁仔某一直争，其中70岁姓林的一伙人互拍甲规面全毁，两翁仔某一直发救人，大学生看办事唔对，赶紧走起来阻挡，甲人先压伫咧涂骹等警察来。过程中，大学生也个姓马的查甫人前几落下来接受市长表扬的时，面有带伤。这个大学生讲，伊无后悔救人，一切交予司法去认定。让他不要动而已，对，尽量不要让他伤到我而已。所以，对，要告我是他的权益啊，会不会成功就看这个台湾的法律。那像我后续也有教导小孩，就是后续如果像遇到这种事情，可以有更完善、更周全的方式。对爸仔囝的互动，会当看到爸爸骄傲甲唔甘。市长陈其迈也肯定这个大学生的善良甲勇敢。啊，那拍人姓马的查甫人，经过调查是高雄市环保局的清洁队员，已经做20天。迄天骑电动车骑到这对老翁仔某发生冲突。市长讲，虽讲是下班时间发生的代志，不过环保局第一时间已经先甲人停职杀考核为查办。姓简的大学生也对姓马的清洁队员提出伤害告诉，市长也协助厘清。见义勇为相关的这个收集到的这个证据，也移送给这个检方来进行这个厘清。目前3方面互相提告伤害，不如个互人拍的老翁仔某，儿子送已经70岁，欧巴送64岁。面对身材悬大姓马的查甫人，根本无在调反抗。加在有一名大学生出手来救人，若无这2个坐伙人都唔那是轻伤尔尔。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来看一桩交通事故，这是昨呢国道1号台南路段有一台沙石啊车去弄到油罐车，结果或者油罐车的油槽全安尼破去，加在是无导火，嘛无人着伤。这油罐车呢是互人弄一个这油槽全破去，大数赶紧派人来现场处理，避免搁漏油引起意外。警方是指出讲，这双方的驾驶拢无食酒，也那这个33岁沙石啊车的驾驶呢，哪像就是安全距离无抓好势，才会闪袂赴去甲弄到油罐车。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调查。另外来关心的是，台中航空牧场呢是爆出禽流感的这个疫情，结果这业者呢煞涉嫌来暗砍疫情，甲这病死的鸡仔呢偷偷车去蛋。检方是叫这业者甲地主等人来问话，落尾法院是裁定业者羁押禁见，也那地主是20万交保限制自机。台中市航空特务场1月确诊禽流感疫情，业者煞涉嫌暗砍消息，除了无依法通报，也阁涉嫌将大量的死鸡仔抬起来，甚至车去到苗栗后人等戏杀。台中地检署甲警方2月初2搜索特务场甲业者的徛鸡，而且约谈涉案的人员，认定案关畜牧场负责人余姓被告及苗栗县后荣镇遭掩埋弃置必死鸡只之土地所有人严姓被告，分别涉犯废弃物清理法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重大，且有事实足认有湮灭、伪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为着确保后手侦查甲审判的听书，检方认为有羁押的必要，所以当庭甲姓份的业者，也有提供苗栗后龙镇土地，互人代使羁押的姓严的地主2个人，甲抓起来，而且甲台中地院申请羁押禁见。法官2月初3 2点已经裁定姓份的业者羁押禁见，姓严的地主20万交保，而且限制自机。另外，畜牧场2个姓陈的甲姓李的员工是3万块交保候团。另余姓被告之涉案员工2人。则分别预支新台币3万元拒保候传。非法甲白死的动物乌白蛋，毋但有可能污染着环境，更较有可能变作是疫情的空芳。台中市长罗秀燕初2开禽流感会议的时阵表示，1月29案场的鸡仔已经全部灭掉，2月初1清甲空空，而且鸡卵差不多375公斤也全部销毁，也完成场内外甲附近的消毒。强调疫情并无拖去到其他的鸡条，也是相关的产业。卫生局目前继续追踪可能流入市面的鸡卵，而且要甲回收。公司新闻朱宏庭、吴基昌综合报道。南投县政府要伫明干乡来起一个粪扫的处理中心，这附近呢，就是南投特定农业区，而且佫是地米的产地。这民众是大声抗议，伫顶礼拜6的时阵呢，是理解宽屏范围这个界定的会议，有民众是当场甲委员甲跪落来，希望会当卖开发。反对民众举布条啊，呼吁南投县唔通将焚化炉起伫地乡、明干乡，伫1月31举办的理解宽屏范围界定会议上，要求停止开会，甚至也当场向宽屏委员跪落来陈情。这就是欺骗的结果啦，你知无？南投粪扫堆里严重，产生臭味，搁较会家己烧起来。官府决定起焚化炉，也搁选伫民间乡煞真受质疑。其实官府提6个减载场址，2个因为禁止开发直接处决，即马引起争议的场址得分属悬，第2甲第3悬的高新乡甲草屯镇公有地，是因为基地关价超过5米，行车路线经过好好场所等因素，得分较低。它会跟协同上课路线是完全重叠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点不适合。民间的场址不会经过任何的国小。5项评估项目之一，环境敏感点，只看敢有社区病也是好，也毋过自救回不完，根本无顾到生态。这个场址是就好处的一点，农业学者指出，评估项目也无考虑是安，那无安怎会将焚化炉起伫地米生产区？高低差太大，那这个要花点成本，你把它弄平。你道路不通，你可以通，像这个都是可以用钱解决的，实安是没有办法。南投县环保局讲，选定场址的5段评估项目是内部制定的。你要平整，你要5公顷，然后你要是国有土地的这些基本的因素，我们去做评估。对，我们内部自己定的，对，内部自己定的。所以上范围界定会议上，也有宽屏委员认为，应该有更较好的选址方案。针对外团，环境部发文建议焚化炉缩减规模，环境部澄清并无这个代志，也毋过呼吁本身问题需要可以合作。垃圾已经是无法是单一的县市可以去解决的问题，那我也期待中部的各县市的他们的平台可以跨区域，可以讨论多一点这个垃圾的问题。批部长表示，粪扫问题过去拢靠区域调度，也毋过原本体南投气化粪扫的关系，即马面临家己拢有困境，希望南投县府加努力沟通。只是粪扫气化无简单，县府想要推出焚化炉作为解决方法，却因为选址争议引起新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这新北市土城有一搭主体呢，今仔日透早4点外的时阵，哪像是发生这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同一户拢总有7个人送病院，加在是暂时无这性命的危险。消防单位初步判断，就是这热水炉迄搭呢，这通风无解好势才会致死这件意外，也毋过详细的原因还阁需要厘清。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我们发现是有2名的民众他的确是主诉是头晕，然后身体不舒服的状况。那后来我们在现场也有量测这个吸 O 的数值，那发现有吸 O 的成分在这个空气里面，那也把剩下在家中还有5位的这个民众呢，也陆续的把他们送到医院去救治。救护车是赶紧出动来救人。今仔日透早4点外的时阵呢，新北市土城有一搭主体，哪像就是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件，有7个人送病院。也毋过其实同一个所在呢，前一天下晡才拄有一个11岁的查某囡仔，就是因为身体无爽快送病院，落尾是救无回来。这2件代志敢有牵连？这是还阁需要调查。
另外来关心的是，云林仑背乡这罗厝蒙仔埔边的这个空地呢，这几当来是定定互人来乌白蛋粪扫甲废弃物。乡公所是有设这监视器来处理，半当来已经开出30多张的这个劝导单，呼吁民众拿准乌白蛋粪扫，安尼依法是罚1200块到6000块。1月2日下晡2点外，民众骑奥多摆去公共蒙仔埔边的空地，直接将2地家用粪扫撇位空地内底，还佫有前一日20暗时7点外，嘛有民众将粪扫摕来遮等。不过这行为拢已经互电眼翕落来，公所清洁队随开劝导单。然后他们就骑着摩托车过去就丢。那过去还有发现，就是说，开车的，那开车的话，我们其实我们劝导之后都请他们自动载走。所以我想。做废弃物的清理法这个部分，我们还是希望说民众能够自律。拢是另外因怎车驶咧过，先煞等的啦。好，大部分什么人咧拼啊？恁了解？无啥知影，因这拢因清洁队尾来调来看的啊。仑背乡清洁队表示，这块空地较倚罗厝公共蒙仔埔边啊，平常时较罕得有人甲车经过。不过自去年开始，防弹农业废弃物加厝内底粪扫，经过公所去年7月增加电杆了后，半当就开卖30张劝导单，后续会研究开发。会考量，就是说，万一真的是经过1年之后。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劝导没有效果的话，我们会考量，就是说直接来开罚这样。然后如果违反任意弃置的话，就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将采处1200到6000元以下的罚款。云林县环保局表示，接落来年节就要到啊，足侪民众会开始大摒扫，若是有旧家具，也是大型的粪扫要清运，就要先注文登记，呼吁民众用正常的管道清运粪扫，以免违法。公视新闻王伟雄云林报道。来看新竹县有一间这观光的草鱼园呢，是因为无用农药来管理，所以伫在地是真出名。也毋过长期以来呢，煞互民众放这饲的牛呢走入去果子园内底饲价食，所以地区这草鱼园是严重损失去。而且这当外时间以来呢，就算是报警察，嘛因为无人承认这牛到底是啥物人的，所以主人嘛无得讨赔。草鱼园内面竟然出现几若只牛，而且搁哪行哪食，看起来真爽神。不过果子园的主人心肝内实在真无奈，因为除了讲这牛不是因饲的，而且互牛食过草鱼叶啊，那地属草鱼未当顺利生长，嘛造成农民真大的损失。你完全没有叶片，你就没有办法行光合作用这件事情。你要转化储存糖分，你要开花结果，其实都需要叶片。这样吃完这样子，又要2个月之后，可能才叶子还会长回来。对，所以这整株其实现在就没有产值了。我菜种上去以后，一段时间他就来采，就才把菜也采进去了，没办法生了。有农民讲，过去特别发生过这款代志，报警察了后，煞无人承认这牛是啥人的，就连附近的菜园嘛受害，而且牛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希望他能够牵绳这件事情，或者是做成围篱，就圈养他的牛只，结果完全无为而治啊，就是越养越多头。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饲主对其所饲养的动物负有管理与照顾的责任，不得放任动物任意行走。后续如经查证，确认饲主有未尽管理之责，本所将依照动物保护法的规定予以裁处。果农讲草鱼的季节就得要来啊，不过今年受到牛害影响，恐惊过去一冬又搁做白工，即马只希望牛的主人赶紧出面，好好管理这个牛，唔通互因继续搁四界乌白走，破坏人的农产。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来看这嘉义市呢，有民众是伫网络打文，伊讲叫这外送的海产糜，结果所看到这糜内底呢，香菇哪像就是生过去啊！这其实店家呢实在是无够鲜。那卫生局有派人去稽查，发现讲这现场呢其实并无问题。那业者呢，伊是出面来赔回讲，应该就是香菇去互这蚵仔甲倒着，毋才会安尼生。买来海产糜内底有香菇、蚵仔、虾仔满满的料。嘉义市有民众用外送平台买海产糜，食一半煞发现内底香菇有黑色的点，亲像生菇同款。民众伫网络发文，认为店家无做好管理。业者是解说讲，有黑点是因为去倒着蚵仔。为了呢工作上的便利性呢，会把所有的海鲜料呢分装成一小包一小包。那为什么民众会有这种误解呢？那是因为呢，
鹅啊跟香菇摆在一起，那鹅啊会分泌出汁水来，然后被香菇吸收，香菇就像海绵一样。我觉得那个海鲜类啊，跟这种香菇，不管是干的或湿的，都不应该一起放在一起。我觉得应该是可能，就像店家讲的，可能去倒掉边鹅啊的物件吧。哎呀，所以我感觉还好啦。家己市卫生局知影了后，嘛派人去现场稽查，现场无发现有食品安全的问题。业者指出，香菇拢是当天去市场买，要开店进前才一包一包堆做伙。派员前往稽查，那在香菇的部分是没有发现香菇有异常的问题。我们大概会100至150包左右，然后不够的话我们再减，然后卖完就没有了。业者表示，实在是真歹势，造成人客有无好的感受，会参考人客的反应甲建议来改进实在包做伙的方式，希望这款的误会袂搁再发生。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今仔日是旧历12月16，也就是食尾鸡。也毋过即摆呢，对着这社会形态的改变，传统民间这办桌的尾鸡呢，即几冬有较少看到。伫咧中华是有一名少年人，伊家己来办这尾鸡的活动，邀请到北中南的这个总铺师，用手路菜来招待大家。刀子师无用咧准备材料，有南部的台南肉米虾，中部的宝岛酥丸，佮有北部酒家菜、龙虾、小胖狗，一出一出拢是传统的板凳菜。中华少年家发起台湾尾鸡活动，互大家有机会亲身感受传统食板凳的热闹。平常时食尾的拢餐厅嘛，伫边啊看板凳嘛较少啊。进前咧食板凳拢是食尔。但即摆来有为头看到尾，看伊安怎煮啊，安怎准备啊，其实感觉袂歹啦。传统旧历12月16日做尾鸡，拜土地公有敬天谢地意思，落尾演变成头家请新郎。不过因为社会形态改变，传统民间办桌的尾鸡即马较少看到。中华民间团体邀请来自北中南的刀子师办桌，用手路菜招待大家，互民众认捌台湾的饮食文化。肉米虾就是咱的酒家菜，食起来酸酸甜甜啊。咧说是较早老人的点心啦，内底上主要就是猪油尔。大家做尾鸡就是像拄我讲的唱歌跳舞啊，吼啊抽奖安尼。其实唔知影有啥物有一个感恩这片土地，才会节气，才会时节，就是咱应该爱知影咱过生活，这是一种作为台湾人就要有这个生活品味。主办单位表示，各地头食尾鸡有无共的例，亲像伫南部会甲丸仔放上尾一路，代表圆圆；北部会做好家己，嘛就是挂包，代表带财。因希望透过活动，互少年辈会当了解食尾鸡传统，熟悉台湾各地头的饮食文化甲人情味。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国际消息，咱要做回来关心的，就是美国总统川普呢是伫社群平台大文，表示讲，这印度的总理莫迪已经同意停止甲罗西亚买油，所以甲对印度的关税对25%降到18%。川普是表示讲，伊甲印度的总理莫迪呢是有通过电话啊，对方除了是同意卖甲罗西亚买油以外，也会加甲美国甚至是委内瑞拉来买石油。川普认为讲，这对俄乌停战是有帮助的。目前这美国甲印度双方呢已经达成贸易的协议，也那美国对印度这关税已经降到18%，印度对美国是免扣关税。另外来关心的是，乌克兰、美国甲罗西亚三方呢，明仔载是要伫个阿布达比来开始俄乌停战的第2轮谈判。这个关注的焦点，真有可能就是领土的问题。罗西亚甲乌克兰拢有证实，伫延期了后，由美国出面的新一轮俄乌停战的谈判，这礼拜有计初4、初5伫阿布达比举行。这场会谈本地顶礼拜就会展开。罗西亚表示，因为时程安排的问题，才会延后。Не було ракетних ударів та шахедів проти інфраструктури. І це демонструє, що коли є у Америки мотив справді змінити ситуацію, ситуація може. 美国总统 Trump 过去一冬推动和双方讨论停战的方案，不过领土的问题有计是谈判的关键。罗西亚想要保留已经占落来的乌克兰领土，尤其是东部工业心脏地带，也有未控制的区域，不过基辅已经拒绝。Зеленский предлагает контакты, Путин сказал, что они возможны в Москве. Вот эта позиция она остается, она достаточно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ая. 上礼拜了后，罗西亚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就满4冬，谈判虽然恢复，不过战争也未收煞。罗西亚2月初1甚至佮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空袭，有一阵
炭工死亡，乌克兰电网规个海去，百姓无烧气通吹，也无电火甲水。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日本政府呢是宣布，伫南鸟岛附近6000公尺这深海内底呢有去挖到这稀土，估计这稀土的量就是世界第3名的。因为美国政府呢，即马嘛宣布讲，为着卖遐挖靠这中国的稀土，所以会来启动关键矿产的金库计划。日本政府初二宣布，日本海洋开发机构的科研船第9号已经伫南鸟岛四边大约6000公尺深的深海海床，成功挖到有稀土的土埋。研究团队推估，当地至少有1600万吨的稀土，规模的排名是全球第3。日本政府计划上紧2017年2月大规模来挖，对脱离中国稀土供应链的依赖真有意义。2010年の尖閣諸島問題の時の中国による供給停止事態が今回また起ころうとしております。そのために政府としてはしっかりと米国、オーストラリア、ヨーロッパとともにですね、連携しながら調達源の多様化、特定国に過度に依存しないような形の調達を考えている次第でございます。南鸟岛伫日本上东边，虽然行政区是东京都设立关川，但是距离东京都心大约1950公里，岛上无居民，不过有防卫省甲国土交通省的人员派驻遐。2011年，东京大学的研究团队伫南鸟岛附近海底发现稀土的资源，按算大约有1600万吨。第9号今年1月17到南鸟岛的矿区，第一批稀土沉积物已经伫2月7日回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伫声明当中表示，这是日本国産稀土産業化的第一步。その間、海に日本がですね、いわゆる重機土類など重要なレアアースも南鳥島で産出できるんであれば、それは日本はそれを世界に他の国にも輸出していくこともできるので。那日本、美国政府也伫初二宣布启动欠关键矿产的金库计划。Just as we have long had a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and a stockpile of critical minerals for national defense, we're now creating this reserve for American industry, so we don't have any problems. 这项计划资金有120亿美金，包含20亿美金的私人资本，加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的100亿美金，用来欠汽车业者、科技产业、甲其他制造业所需要的关键矿产。美国进出口银行表示，已经伫初二核准这项贷款。无签名的北京官员证实，这笔资金会用来确保关键矿产的供应，并且甲因欠起来。主要就是要一步一步甲中国伫关键矿产方面的影响力写互家。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这寒到底会寒到当时呢？伫美国宾州呢，真有名的环气菲尔是来有个讲，这美国呢要搁爱等6礼拜的时间，春天才会来。即阵啊，美国就是因为低温，所以有真侪人死亡。海岸防卫队是表示讲，有一只商业渔船是沉落去海里，拢总有7个人罹难。因为伫纽约市是有10多人寒死。美国的春天当时才会到。宾州西部城镇彭格斯塔维尼有名的闷气菲尔对土坑探头出来，看到家己的影，互北美寒天的预言。That there is a shadow here on my ground. 6 more weeks of winter abound. 每年2月初2是闷气日，上早源自欧洲又住伫宾州的德国移民传入美国，而且因为1993年电影今仔日暂时停止，这名写穿起来。吸引真侪民众来到这，不过严寒低温嘛带来不幸的消息。美国海岸防卫队初二发现，伫满洲北岸外海失联的渔船莉莉丁号，已经伫历史悠久的渔港附近海域沉去。船顶7个人全部罹难，其中一个是美国国家海洋甲大气总署的渔业观察员。总署渔业部门表示，因为这个沉船的事件以及东北部的天气，这几天会暂停派遣观察员出任务。But we are a tight-knit community with the nation's oldest seaport at 400 years. We've experienced tragedies at sea before, but we're a resilient and strong community. 当局是伫30接到这只22公尺长的渔船沉去的时，启动装置发出警报了后，展开搜救。这只船并无发出求救的信号，入夜了后，搜救的任务因为低温甲风暴，就变甲更较困难啊！因已经针对这个不幸的事件展开调查。过去捌有节目制报当地掠渔业的故事，船员伫险恶的天气下，连续做几2点钟的工课，一抓出海就要到10天，主要掠雪鱼、龙虾甲比目鱼。
另外，伫纽约嘛有人不幸关死伫外口。As of this morning, 16 of our fellow New Yorkers have passed away outside during this brutal stretch of cold. In 13 of these cases, preliminary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ypothermia played a role, and 3 of these deaths appear to be overdose deaths. 当局表示，纽约嘛已经连续11天天气拢伫0度以下，而且接下来还有可能创新低温历史上长的天数的记录。公视新闻黄文玲编译。继续登来关心咱国内这家人仁爱分队的小队长詹玲杰，伫1月21日的时阵救火煞不幸来殉职去。今仔日是来举办公祭，车队呢是经过仁爱分队做最后的巡礼。消防当日呢是列队甲齐声喊出任务结束，送这詹玲杰最后一程。这是由内政部长刘世峰主持。也那了后呢，这内政部也要互伊入去到中烈祠内底纪念这个拍火英雄。另外来关心的是，彰化市有一间皮肤科的诊所呢，是因为这真济人去，所以限制这挂号的数量。也毋过即马煞传出有人是来倒排队，而且呢是收1500块的费用。诊所方面是讲毋知影即件代志。也那彰化县卫生局是表示讲，若准有即款排队收费的行为，安尼照医疗法相当会罚25万。诊所还未开门，门口就排甲热热长，等咧领号码牌啊。报废是往前，大概8点多。8点多啊，排得到吗？是不是他有限名额？有，但应该是有排到，所以他才给我单子。天气遮寒，民众伫遐等，就是为着要抢这间诊所的现场挂号的名额。彰化这间皮肤科的诊所，因为病人伤济，所以先甲网络甲电话挂号停掉，改做回诊的病人预约，而且现场挂号才会当看病。因那去年5月开始，又搁讲要依护医疗的品质，标上日每一个时段原底有40个现场挂号的名额，也改做25个。拜六甲固定假日，干那15个，互民众看病更较困难，所以也出现排队的黄牛。1500哦，嘿，我1500，无伤诶，无伤吼。啊，但是你敢会讲开1500个人来替你办？袂啦，家己来的啊。因为它有限名额，你没有预约的话，你一定要自己来排啊。你没排不到啊。排队黄牛伫网络求生理，讲只要付钱就当代替排队，计数大约1500块。因那彰化县卫生局也要追查，若准确实有非法求生理的行为，会对黄牛开罚单。本局如查证属实，将依医疗法第9条规定，利用传播媒体或其他方法宣传医疗业务，以达招来患者医疗为目的之行为，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以下罚锾。诊所表示，代替排队是民众之间私下行为，因是毋知影。卫生局表示，除了会派人查，也甲诊所沟通，调整看诊的时间甲名额，以免这款状况又搁发生。记者综合报道。这泰铢集团呢是来牵涉跨国诈骗洗钱，北检是来约谈上百个伫咧台湾的嫌犯，不法所得也甲扣落来。目前是交予执行署来拍卖，其中上界注目的，就是一个爱马仕的酷鱼皮这个卡棒，是以84万互人标着。泰铢集团创办人但志顶个月一个甘宝济被抓，互中国带转去接受审理。因过伊涉及的跨国犯罪，台湾也是伊洗钱的所在之一。北检继续调查，到即马发动8波搜查，约谈超过100人，正在进行成拍卖不法所得。其实算第一次，对，以前没有特别关注，就锁定了巴黎4家吧。在网络上面会稍微去找寻一下，是有预算上限啊，只是说就是不知道说能不能达到那个底价。北检伫初三请执行署司任分署办变价拍卖，一早起就真侪人来参加。大家上注意的是，这个上100万的爱马仕限量酷奇皮铂金包，84万得标，也个被拍卖克罗星小包。好，72000第一次，20号，73000第一次。变价拍卖的靠合物，也个 Prada、Goya、巴黎世家等精品，也个几多款 Nike 的佐敦球鞋。因过案件伫台湾也无人报案，也无起诉，新拍卖敢符合停诉。我们绝对不能够让他们因为犯罪还可以坐享这些犯罪的所得来花费甚至来享受因此呢，我们查扣之后要把它拍卖变价。那最后面的结果如果是有罪的，那这些拍卖所取得的价金就会被这个收缴国库，
判决结果是无罪的话呢，这些所取得的价金就会全额发还给这个嫌疑人。这边发现拍卖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北检所扣的不法所得，还有30几台高级车，将互人叫做山大王，介绍上亿的布加迪车款、劳斯莱斯幻影，还有迈拉伦这款限量的超级跑车，2月25日在竞争拍卖。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场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友伴这对话呢，这是双方头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今仔日也亲身带这经济部甲外交部对外来说明未来合作的方向，包括着供应链的安全、关键矿物，也有无人机等领域。第6届台美经济欢迎同伴对话，顶礼拜伫华府结束。这是自2020年召开以来，台美头一届实体对谈。总统赖清德车衫带领经济部、外交部，说明双边未来合作战略的方向，伊甲重点放伫供应链安全、关键矿物、甲无人机等等的领域。他希望我们这道的模式可以复制到其他的国家去，协助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稀土供应链安全上的一些韧性。外交部要成立一个无人机外交的工作小组，也包括帮助我们的友邦这个部分也是台美合作的一个重点。总统嘛讲到台美发展经济成果，不过拄好是国共智库论坛在北京进行的时阵，由国民党副主席萧福吟甲中国国台办主任宋德主持。罗总统这个时阵开记者会，外界解读有竞争的意味。我们并不是这个目的，但刚刚好可以让国人做一个对比。到底我们要继续携手美国、日本、欧洲友盟国家走向世界，还是要再度的锁进中国，去推动所谓的2次西进。强调是和百姓比较，政府甲美国合作走向国际，或者是国民党选择甲中国交流，都一种对台湾较有利。总统嘛，佫甲在野党发声，总预算甲各方特别预算无应该持续卡关，不能够不审中央政府总预算，也不能够不审国防特别预算，只进行国共的合作。这对台湾来讲是危险的。台湾必须要有厚实的底蕴，厚实的底气，要有强大的国防安全力量，才有办法对等的去进行跟两岸的交流。有关两国关系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罗总统讲真紧就会有结果。嘛，会有立法院后续审议的时阵，会当下过党派的立场，依法审查，共同守护谈判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咱的国造畅水南海群号呢，这届测试是成功的。即马国防部是规划要来开132亿来打造一只救难畅水南，也毋过在野说这期这军方规划是慢一步。东湖水下作战当前，国造江南海群号继续赶进度，目前完成2摆潜水潜航测试，外界一直等今年敢会当完成交船。国防部最近公布，民国14年度下半年列管军品清单，要建造6型艦艇，兼顾强化江南救难能量，会开132亿打造一只江南救难舰。也毋过建造时间表为明年起到122年，引起在野周期相关规划慢一步。预算一直编，然后原型舰都还没做好，那现在又要做另外一个急救舰，对国人来讲情何以堪？那我们怎么审查？我们当然是严格审查。但发生意外的时候要去救难，必须向友盟国家寻求协助，时程上会慢。所以我们在后续建第2艘、第3艘、第4艘潜舰的时候，我们潜舰救难舰的经济规模就有需求。因为江南作战深度会当达到300-400公尺，国军现役救难舰无具备深海救援的能力。学者表示，海群号未来伫训练过程、服役期间，若发生意外，就要靠江南救难舰有建造的必要性。配备包括潜水钟可以就是援助依照公开资料来看，大概500到600公尺等水深的这个潜舰，那就有潜水钟扣住潜舰上面的逃生舱口，那就可以让人员就脱离潜舰。另外，国防部也规划编列134亿，针对两栖船坞运输舰的玉山舰打造后手舰，甲犹大补给舰、潘石舰的后手舰。
也阁有重新造船打造的轻型顺风艦、反舰型、防空型，也在赶工阶段。国军刷过规划高周续各国家，预算加总达到2500亿，引起关注。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民众党6个新的立委呢，今仔日是宣誓就职，这当中有中国配偶这个身份的李正秀是引起真大的争议。这内政部是呼吁立法院，只要无符合这国际法，应该就予伊解职。因为李正秀伊本人是表示讲，家己已经去到中国有2届的申请，也毋过2届拢失败。伊强调家己敢若摕过中华民国的护照，效忠的嘛是中华民国。野手宣誓就职，民众党部分区立委执行2年条款，后续逮捕6位新任的立委，其中中国配偶身份的李正秀，敢会放弃中国籍，引发讨论。第3国会新会期报道第2天，伊也亲身对外解说：郑秀唯一效忠中华民国。我虽然不在台湾出生，但来到台湾落地生根，生儿育女，拿的是中华民国护照，出入大陆。一样用的是台胞证才能入境。其实我跑了2个地方，然后特别飞了一趟大陆，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果。强调家己自出世到今嘛，敢若摕过中华民国的护照。因为根据内政部指出，1月30日已经函请李正秀按照国籍法办理放弃国籍的程序，也伫2月初2下晡，甲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申请表送到伊的国会办公室。佮发声若准就职进前无办理放弃外国国籍，都无下国籍法，立法院应该甲伊解职。真正共款是中国配偶，防解职的发言官核电厂的船长郑万华也到立法院声援。为台湾付出这么多，我们的刘世峰刘部长能够讲出这句话，说明他根本就不懂得人间疾苦。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中华民国的内政部开始帮对岸跑公文了。这边已经签署的这些是一个就是对岸公安局出入管理局不受理的文件在这里，我会转交给内政部，请他们去翻起看看。都先强调，家己毋是唔放弃，是按照台湾的规范，到中国申请的时一直失败。佮强调，就亲像陆委会主委区瑞正所讲的，伫现阶段两款的结果之下，无人会当完成这件代志。部长，你会解职李真秀？这个在没有任何明确的法源依据下面，可以随意的指手画脚，然后就要立法院听内政部的话，我觉得此例一开，后患无穷了。民进党团今天也不会派人出席这个有可能有违法立委的宣誓现场。如果韩国瑜院长要变成犯法的帮凶，那我们只能给予祝福，再次呼吁民众党不要把法治问题包装成政治问题。那也呼吁内政部莫搞一边解说法律，那么就是迫害宪政的行为。另也是重新强调，每一个立委办公室都能参与机密会议，也当讨机密的资料。除了呼吁行政机关注意，立法院内部也应该修法，阻止有相同国籍疑虑的人参与，避免配合中国伫台湾操作。记者综合报道。即马为着这民众的交通安全，交通部呢是打算要把这汽车的查日纸用统一的标准来规范，互每一种车这见光的这个记录拢是符合标准。安尼驾驶咧驶车呢嘛较看会清楚，望会当改善交通事故的发生率。路里真侪车拢会搭计小纸，毋过见光率拢无同。为着民众的安全，交通部对去年开始推动汽车计小纸的规划，统一见光率的标准，互驾驶咧驶车的时会当看较清楚。交通部表示，对今年2月28开始施行，对头一届申请领牌的新车开始管理。一般的车辆就是前挡透光率这个隔热纸要求70%，前侧窗要求40%。针对计程车跟幼童专用车的部分，基本上前挡要求70%，这个后面前侧窗、后侧窗还有后挡基本上都要求透光率40%。交通部希望透过这项政策，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消基会认为这项政策真好。不过，若是实行一阵仔了后，发现效果有限，建议也会当考虑对旧车来做调整。因为只从新车来做实施，那万一改善道路安全的成效是比较有限的，我们说不定也可以考虑日后要不要订定落日条款的缓冲期，把旧车也可以把它纳管。交通部嘛提醒车主，以后有搭计小纸的需求，要选择有符合标准规定的，唔通乌白搭。若是检验到无合格，是会开罚，甚至吊销也是吊扣牌照。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再来看这高雄捷运黄线呢，即马是长咧施工，也毋过有护树的团体所发现讲，这黄线民族路这段呢是有300多丛的树啊要撤掉，也是讲刷灾。捷运局是回应讲，这其实相关的规划是有问过专家，生态甲交通尽量甲照顾好着。用空翕机看高雄民族路沿路大量的路树已经超过40吨，大概有5公里，是有够水。不过有护树团体烦恼，这条林荫大道可能会因为捷运黄线工程施工防破坏。石泉路的那个站体，它周边会把900公尺的林荫大道全毁。那我们观察呢，其实过去在做捷运红线的后驿站，它的明洼段才200公尺。交通维持延伸段加起来也才200公尺，它只有破坏400公尺。公民团体召开记者会，这支黄线民族路，敢若Y8到Y10施工，目前就要甲372丛树啊扑掉，也是刷灾。不过树啊刷灾死亡率真悬，恐惊会互这么多年的绿化成果污有去。浅下的工程上面的那个樟树都要留下来，因为目前樟树要移也没有办法活了。几率很低，还有你以后要种樟树也是很困难。林荫大道唔会当提供过路人假日，嘛是城市重要的绿化景观，唔会当连接无共所在绿地，变作是生态农道。公民团体希望市府会当参考红线后夜站，也是大顺轻铁施工方案，重新考虑黄线施工的规划。捷运局嘛讲，已经问过专家，会个检讨调整。会影响到植栽的部分，只有我们车站的结构体及周边的车站的渐变段的这个部分，希望说在工程的推进的时候，也可以考量到整体环境的重塑再造。捷运局强调，黄线树啊所在是甲道路交通安全甲施工安全排第一，相关的做法拢有经过专业评估，嘛经有完整的所在计划，会继续用更较完全的绿化甲景观规划，伫人本交通甲环境生态中间做好视听，甲城市环境的价值提升。记者综合报道。受到进前这元旦低温的影响，伫咧花莲吉兰乡这黄鸭场呢是受到严重的损害，目前已经无通使用，这也冲击到第1期稻作的种植。规个看起若像青的黄鸭，其实真侪拢已经黄去，要死啊要死。农民讲受到元旦连续低温的影响，这个受到寒害的黄鸭下底根其实发了真歹，不过黄鸭机根本就无法度使用。那时候大概都几度？所以就10度，早上10度左右。将近5万箱的秧苗，然后受害差不多占了超过1/3了。因为这是吉安乡唯一一个培养黄鸭的所在，这黄鸭是台经16号吉安米，是真受消费者欢迎的产品。初步估计60公顷的面积已经有1/3受损，损失估计有到100多万。就算重新搁种，未来早当稻啊嘛会1012左右。它其实还蛮严重的，那这15000盘大概就作废了。好，大概是伤害在60公顷左右，因为我们吉安乡也只有他一家的秧苗厂，其实影响到吉安米的这个出产的话，大概会影响到1/3左右这样。关府农业处表示，会回整灾情提报农业部，替农民争取农业天然灾害现金的救助。不过嘛，提醒农民都要注意，出来还阁有连续低温，都要注意产能的管理，会当用不织布或者是塑胶布遮咧，较袂互农作物口风受到寒害。记者综合报道。伫台湾，这红葱头的大产地就伫咧台南，也毋过因为旧年到月了后呢，这雨势落了少，而且温度阁真悬，所以红葱头呢，这产量是差不多减4成左右。而且因为这旧年的是要白煞，所以人无爱阁进新的货，所以今年这红葱头毋但是量少，而且阁白痴。天气手亲，种红葱仔头的农民透早就来田里，因为后个月就会使收成做准备。不过旧年到月以后，雨是愈落愈少，温度阁足悬的，产量减了4成，而且大半旧年存货较济，要卖煞，这期要买意愿是足低，出价买嘛干那一袋斤15到17块左右，甲永年22块比起来，造成红葱仔头量较少，继续刷拔落去的现象。盘商他们去年就收很多了，所以他们那个库存还有很多哦，销不出去。去年价格最差也有大概22块、20块左右。去年雨水因为足少吼，所以讲个产量就减少啦，所以讲农民有哈哈啦，所以讲收成就较无像旧年遐好啦，1分地我赚了几千块啊。
红葱仔头的早餐今年继续落去，卖所在嘛有限，所以北门区农会会伫咧车北举办农业行销活动，推出各种红葱仔头煮食食谱，结合红葱仔头的加工产品，希望伫年节进前，互生意抢滚。把它做成一个即食的，像饼干这样，让人家可以喝茶或者是喝酒的时候做的一个下酒料，一直在媒合很多的加工厂，来行销这个红葱头嘛。那也一直举办一些相关的活动。那到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一系列的一些关于红葱头下去做加工的产品，来让参加的消费者品尝。另外，除了红葱仔头，北门饲沙目鱼的嘛超过1000公顷，希望是大月尾期，目前产地介绍要售一台斤60块，到时嘛结合红葱仔头，行销地方产业，望会当伫年节进前，甲买沙目鱼的意愿抽悬。记者综合报道。2020年台北国际册展已经起稿啊！文化部是表示讲，今年拢总有29个国家，超过500间出版社来参加，而且这当中呢，台语册这回也增加真侪。工作人员无用的整理册本，才是前卫出版社的展区，现场有超过100种以上的台语册，有小说、翻译文学、囡仔册等等。当咧替2月初3台北国际册展的开幕做准备，台湾文学馆观察今年册展会当看到台语册类型、数量，拢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国家语言发展法的推展啊，有愈来愈多的台语的作家，有以前会写华语的作家。伊嘛开始创作台语的出版品。由文化部举办第34届台北国际册展，今年拢总有29个国家、509间出版社，超过60位的国际作家来到台湾参加。今年特别邀请泰国做主题国，册展现场唔但会当让民众看到台湾的文化，也会当深入探索泰国文化。对文化部来讲，要支持出版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透过像台北国际书展这样子的活动，看看每一个出版社、每一个作家，他在这个年度里面所累积下来的出版品。泰国这次当我们的主题国，从去年就非常大规模、盛大的来准备，那这一次呢，就经过了1年多的准备，马上大家就可以看得到泰国准备的内容。主办单位表示，伫咧册展期间，每一日拢有邀请国内外侪位的作家来做分享，而且有分真侪主题，古乐、网架、台湾文学和台语册等等。有文学类的座谈，也会使做伙读台语囡仔册。文化部鼓励18岁至22岁学生，会当趁机会使用文化币来买册、踅册展。记者陈选、林秀凯台北报道。即马即个数位时代呢，已经较少人咧看报纸，也毋过伫咧法国的巴黎，是有一个70多岁阿伯，伊自细汉就咧卖报纸，到呾也是逐工继续咧发卖。即马报纸豆豆替时行，毋过伊毋捌消息过，伊就是法国巴黎上尾一个送报纸的囡仔阿克巴，今年伊74岁。无固定的单，是伫咧街仔路，也是餐厅四界发卖，吸引过路人的注意。阿克巴伫巴基斯坦一个散车家庭出世，伫1973年来到法国，以卖报纸来趁食，到呾已经卖几世人啊，甚至用卖报纸的收入饲一口罩。对足侪巴黎民众来讲，阿克巴发卖口号，还佫有伊特殊笑亏的感觉，已经是在地文化无法度欠缺一部分。所以法国政府决定颁发法国国家功绩勋章予伊，表扬伊过去53年来服务大众的精神。Voix chaleureuse qui chaque jour depuis plus de 50 ans tonne sur les terrasses de Saint-Germain. Se ferait un chemin entre les tables de restaurants。请囡仔送报纸，也是伫路里发卖，拢捌是新闻媒体买卖方式。毋过即马电视、电子媒体同时行，实体报纸已经罕得看。足侪媒体认为，阿克巴可能是全法国，甚至是全欧洲最后一个送报纸的囡仔。阿克巴讲，伫咧报纸真严的时期，伊一工大概会当卖200份，相关记录甚至会当卖1000多份。毋过即马业绩早就已经卖笔迹啦。Là, j'en vends pas beaucoup de journaux, je vends une vingtaine de mondes en 8 heures. Hein. Il faut au moins 8 heures pour vendre 20 mondes. C'est ça aujourd'hui parce que c'est à cause du numérique. Comme tout est digital maintenant, les gens ils achètent très peu les journaux. 虽讲即马已经老啊，毋过阿克巴讲，伊要是要卖到伊过身为止，
对伊来讲，重要的已经毋是收入，是用家己的力量，会当互在地民众欢喜笑，搁有少年的记忆。公视新闻又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继续甲时间交互汤啊。今仔日透早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各地头的天气偏冷。一时啊开始，大陆冷气团减弱，气温会小可回升。但是伫台湾东北部甲东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雨。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